地球，我哋共同嘅家園，正面臨前所未有嘅危機。工業化進程帶嚟嘅二氧化碳排放，使溫室效應加劇，全球氣溫不斷上升。北極嘅海冰喺度消融，冰川裂開，海平面上升，呢啲現象都喺度警示我哋，氣候變遷正喺度對地球嘅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嘅影響。極端氣候事件頻發，野火肆虐，洪水泛濫，災難性嘅天氣現象正喺全球各地上演，無情咁摧毀住我哋嘅家園。喺呢場全球性嘅環境保衛戰中，中國作為負責任嘅大國，積極履行國際環保義務，致力於應對氣候變遷，為全球生態安全貢獻中國力量。極地冰川正喺度加速溶解，巨大嘅冰塊崩裂入海，呢個係全球暖化帶嚟嘅毀滅性後果之一。每一座冰川嘅崩塌，都係地球嘅無聲抗議。北極呢片覆蓋住海冰嘅海洋，佢嘅冰層越嚟越薄，並且迅速縮小。近年嚟，北極嘅夏季冰層面積已經減少咗約一半，使呢個地區嘅氣候同生態系統變得更加脆弱。冰層嘅脆弱令到佢極容易受到季節變化嘅影響，北極嘅冬季再無法抵擋嚟自全球暖化嘅侵襲。而南極呢片覆蓋住冰蓋嘅大陸，冰架嘅崩塌唔單止係地球嘅損失，更加係全球淡水資源嘅重大威脅。南極嘅冰蓋中包含咗地球上70% 嘅淡水資源，呢啲資源正喺度以不可逆轉嘅速度消失。呢片古老嘅冰層記載咗地球幾百萬年嘅氣候歷史，如今卻喺全球變暖嘅壓力之下逐漸崩解。冰層嘅不穩定係皇帝企鵝繁殖地嘅危機。南極嘅冬季越嚟越短，企鵝孵蛋同埋育炊嘅時間被壓縮，佢哋嘅生存正喺度面臨嚴峻嘅挑戰。每一隻企鵝嘅叫聲，似乎都喺度呼籲緊人類關注呢片大地嘅急劇變化。北極熊嘅狩獵範圍因為海冰減少而逐漸縮小，呢啲變化令到佢哋嘅生存空間越嚟越有限。隨住北極嘅海冰消退，熊群必須要喺更大嘅範圍內尋找食物，生存競爭變得更加激烈。北極熊嘅未來就變得不確定。本來強壯嘅動物喺全球暖化嘅重壓之下，變得越嚟越脆弱。1984年，中國邁出咗進軍南極嘅第一步。考察隊面臨住極端氣候同埋惡劣環境嘅挑戰，呢次艱苦嘅探索為中國極地研究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1985年，南極長城站正式成立，成為中國喺南極嘅第一個科研基地，專注喺氣候變遷、海洋學同埋地質學研究，累積咗大量重要嘅數據。隨住極地研究嘅不斷深入，中國喺1990年代建立咗更加多嘅研究站，包括中山站同埋昆崙站。中山站位於南極大陸東部，自1989年以嚟，重點研究大氣科學、冰川學同埋海洋生態系統。昆崙站就係世界上海拔最高嘅南極考察站，自2009年成立以嚟，已經成為天文觀測嘅重要基地。進入21世紀，中國嘅極地考察船隊逐步擴展，承擔住越嚟越多嘅科學研究任務。無論係喺南極定係北極，呢啲科研船隻已經成為中國極地探索嘅移動基地。2004年，中國喺北極建立咗黃河站，位於挪威斯瓦爾巴群島，專注喺北極海冰嘅研究，為全球氣候模型嘅完善提供咗重要數據。今日，中國嘅極地考察站同埋科學家們仍然喺冰冷嘅土地上面奮力探索。從南極到北極，中國已經成為極地研究嘅世界領導者之一。呢啲科研站唔單止係中國極地研究嘅基石，亦都係全球極地科研社群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，為全球氣候變化、海洋生態保護同埋極地環境嘅可持續發展做出咗重要貢獻。向陽雄10號，中國第一代極地考察船。1979年，向陽雄10號首次執行南極考察任務。
標誌住中國正式進入南極科研嘅行列。作為開拓者，佢唔單止承擔咗大量嘅科考任務，亦都見證咗中國極地考察嘅起步階段。極地號作為第二代嘅極地考察船，喺1994年正式投入使用。佢嘅出現大幅提升咗中國極地科考嘅能力，特別係喺破冰能力同埋航行安全性方面。極地號為中國嘅極地科研奠定咗堅實嘅基礎，拓展咗中國喺南極嘅科學研究範圍。雪龍號，中國極地考察嘅第3代船隻，自1993年服役以嚟，一直係中國極地考察嘅核心力量。憑住佢出色嘅破冰同埋科考能力，雪龍號多次成功執行南極同埋北極嘅考察任務，為中國極地科研嘅深入發展作出咗不可磨滅嘅貢獻。襄陽紅10號、極地號同埋雪龍號呢3代嘅考察船，見證咗中國極地考察嘅不斷發展同埋進步。佢哋喺各自嘅時代承擔住開拓、鞏固同埋深化嘅使命，共同鑄造咗中國極地科考嘅輝煌歷程。雪龍2號作為中國第一艘自主建造嘅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，展示咗中國喺極地科考領域嘅技術突破。呢隻船唔單止外形壯觀，仲具備強大嘅雙向破冰能力，能夠喺惡劣嘅極地環境之中自由穿行，為科學研究提供咗可靠嘅保障。雪龍2號配備咗先進嘅科研設備，包括多功能海洋觀察儀器同埋深海取樣系統。呢啲設備使科研人員能夠實時監察海洋環境，並且進行深入嘅生態研究，為全球氣候變化提供咗寶貴嘅數據。喺極地嘅惡劣條件之下，雪龍2號嘅設計考量充分考慮到科研人員嘅安全同埋舒適。船內設有專業嘅生活區域同埋科研工作站，令科學家能夠集中精力進行研究，無畏寒冷同埋風暴嘅挑戰。雪龍2號嘅雙向破冰能力，使其喺冰封嘅海域中如魚得水。佢能夠以高效嘅方式開拓航道，為後續嘅科研船隻提供支持，展現咗中國喺極地科學考察中嘅領導地位。同前任嘅雪龍號相比，雪龍2號喺設計同埋技術上有咗顯著嘅提升。佢唔單止延續咗雪龍號嘅優良傳統，仲喺破冰能力、科研設備同埋環境適應性等等嘅方面實現咗質嘅飛躍，標誌住中國極地科考嘅新時代。2024年，雪龍2號首次訪問香港，吸引咗眾多市民同埋媒體嘅目光。呢一個重要時刻，標誌住中國喺極地科考領域嘅新里程碑，展現咗香港作為國際科學交流平台嘅重要角色。喺雪龍2號嘅科普活動之中，市民踴躍參加，現場氣氛熱烈。各種互動展覽同埋工作坊，令大家深入咁了解極地研究嘅奧秘，特別係年輕一代對科學嘅熱情被充分激發。活動之中，科學家分享咗極地研究嘅最新成果，強調香港喺全球極地科學合作中嘅重要性。呢啲研究唔單止有助理解氣候變化，仲促進咗內地同香港嘅科研合作，推動咗知識嘅共享。市民參觀雪龍2號，感受咗呢艘破冰船嘅先進技術。專家喺船上解釋點樣利用呢艘船進行科學考察，等參觀者對極地嘅環境有咗更直觀嘅認識。雪龍2號嘅訪港活動唔單止係一次科普盛會，仲係香港同內地喺極地研究上合作嘅良好開端。未來雙方將共同推進極地科學研究，攜手應對全球氣候挑戰。極地科研對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至關重要。冰川嘅變化唔單止影響海平面，仲影響住全球嘅氣候系統。通過分析冰芯嘅數據，科學家能夠重建過去嘅氣候變化，幫助我哋預測未來嘅趨勢。
極地生態系統嘅研究揭示咗生物嘅適應機制，為保護呢啲脆弱嘅生態提供咗科學依據。呢啲成果嚟自全球科學家嘅協作，促進咗知識共享，為應對氣候挑戰提供咗支持。我哋深入了解咗極地科研嘅重要性同埋佢對全球氣候嘅影響。極地唔單止係科學研究嘅前端，更加係我哋共同嘅家園。我哋呼籲全球共同努力，保護呢片脆弱嘅極地環境，等更多人認識到佢不可替代嘅價值。認識極地，保護極地，利用極地，我哋一齊攜手，為未來創造更美好嘅環境。